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，我是钟怡群阿群妹。好，大家接接有啲网络上啲嘅滑手机啊，就有看 FB 啊，大家听说就看到当到网美有冇？其实我去那片，我去咖啡糖做到酱酱，还讲拿点好食的甜点啲嘅翕相，错冇？今日阿群妹虽然啲热热胖地度做唔得去到咖啡馆地度做网美吼，唔过我啲也没做得做网美啊，因为我今日爱同大家来小记好食的咖啡糖哦。韩国要在咖啡糖啊，这个人家讲的就是巷弄里面哦，是隐藏在巷弄里面的咖啡馆。韩国啊，夹个东西都有特色咯，乜个特色呢？就是你客家口味的特色了。大家有吃得懂奇怪冇？老爷下午茶咖啡糖地度的东西，结合到你客家口味地度，生来会有用的东西，爱同大家来分享呢。今日就来细细格格分享节目地度邀请到的来宾来分享272巷弄咖啡馆嘅头家。韩国调咖娘陈佑同慧玲分享亮啥？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埔里的陈佑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简慧玲。好，分享亮啥来到节目当中哈，不要紧张，放松一点。两位党对埔里来，对不对？对埔里来耶。故说我想要来问一下，因为其实我知道慧玲你是大溪人，你是桃园人，对。但是其实亮啥黑的南投埔里鸦片来开店，这么个用时会想要到南投埔里这边来创业？我原本是在台中的贸易公司上班，嘿，对，也是跟埔里不太。对，然后我本身是埔里人，老家在埔里，然后我爸爸妈妈都在埔里经营那个串冰店，然后我在外面20年之后，我娶了老婆，生了小孩，爸爸妈妈年纪也大了，想说那我们就干脆全家人都住在一起，我们就搬回埔里，然后延续爸爸妈妈的事业，然后我们再创新，把冰品店改为咖啡店。不过，因为头摆是传统的做饼的饼店嘛，对不对？从冰店到咖啡馆，怎么会想说会有做一个这样子的转变？因为咖啡馆毕竟还是要有一些专业啊，要有烘焙的手艺啊，还有包含就是对咖啡豆的知识这些。对，那咖啡豆是我们很棒，就是有机会遇到很好的咖啡老师，本身也喜欢喝。然后甜点的部分是爸爸妈妈冰品的传承下来之后，我老婆她本身也对烘焙非常的喜欢。哇！对，我们是自学，然后也去参加老师的一些课程。对。哇，古手嘿慧玲七啊，妹对呀，这个烘焙这一方面非常的有兴趣。一来是家里的人喜欢吃，那小朋友喜欢吃，那长辈也喜欢吃。妈妈就会懂味态有吗？对。当了妈之后，妈该就爱好。对，那就是有改良，我们做低糖低盐，然后没有色素，没有香精。对。那就是说长辈可以吃，小朋友也可以吃。那也没想到说也接受度那么大。对。韩国唔单唱安尼哦，其他的位东西还全部都结合的呀客家的特色，所以很用的结合客家特色。等下就来请慧玲同大家来分享哦。所以先请慧玲同大家来了解一下，nhà的位咖啡糖地度。挺有名的，应该讲有卖嘛该东西，基本上是以甜点为主嘛，对不对？有卖哪一些？对，我们如果来店里享受的话，我们会先推荐说，你要不要烤一份松饼来吃？那因为我们是因为要迎合我们自己的小朋友可以吃，那就是做有一点我们比较喜欢的口感，就是 QQ 的。QQ 的，对，因为我们客家人就是喜欢有嚼劲的那种口感。超起拔，试看看。对，那因为我们有加了就是说起拔的一些成分原料在里面，然后所以口感会特别的好。那小朋友吃的也不会噎到。对。那它放凉了也还是很好吃。对，因为一般的那不是都会松饼啊，顾名思义，有很多松饼也是会有一点点像蛋糕、鸡蛋糕那种，一咬下去它其实是没有这样子嚼劲的感觉。对，像阿群妹说的松饼是很有嚼劲的口感。对，我们全家人就是因为公公也是客家人，对，那他也就是很爱板啊、米板之类的，那我们就创新，然后把它改良。对，然后制成这个大家都比较喜欢的口感，也没想到客人也是接受度很高。那我们除了松饼之外，我们甜点也是非常受欢迎。等一下，我松饼还有一些问题想要问，因为这个松饼吃起来很 QQ 的，不过从头白，因为我对甜点也是非常的有兴趣。像我底像松饼呀的东西呀，基本上就是面粉啊、蛋啊，可能还会有一点点泡打粉这样子的东西来制作的。故说我想要来问一下，哪个松饼这么个不有按哪个
口感，完全没 Q 用的口感，是放了什么不一样？套句大家话，这就是商业机密，没有开玩笑，就是我们有加一点点，就是我们的糯米粉，对，那还有我们的面粉，那还有就是油，对，那还有鸡蛋，还有牛奶。这就是很天然，它没有泡打粉，然后没有一些就是可以许可的什么添加物都没有，这个非常健康、非常天然的东西。对，韩国有安尼冰过以后，人体的也好对到营养胖真给黑人的哦，但是吃起来还是非常的好吃，都不会干干的。对，你都不会有的会松饼，冰久了以后，就会糟糟磨水的口感。对，还是就是我们有经过很久一段时间来改良啦，不是就是说。就是很方便，就是拿原本的材料来使用，对，这都是我们经过很久的时间来研发的，对，所有产品在上市之前，家里的人全部都是试验品。不过大家吃到后，按呢有 QQ 感觉的按用的松饼，大家吃到 Q 感轻厚，对，古时候就拿来卖。好，除太呀，松饼以外，其实其他基本上还有带动到东西来哦，像这方有一条看起来黏黏的，全部就会缝条的个牙条，看到后来是都会流出来，然后发就会有一些公章的，这黑嘛个东西啊？这个就是100%的我们的红豆，就是来自万丹的红豆。对，然后我们的技术是有我婆婆30年的那个。煮红豆的技术就是粒粒分明，那每一颗就是粒粒分明。那当然也是有日本的很不服输啊，就想说他们的羊羹比我们的还好吃。那结果来还是一样，就在我们的粉丝页上面大力留言，就是说这个东西实在太好吃了，他吃不到比这个更好吃的。对，因为像羊羹啊，给它缝它会做成那个豆沙，然后再把它做成一条羊羹。对，可是呀，太卡坑。底都还一粒一粒的给缝条，而且好大颗，懂太粒呢。这就是台湾的红豆，很饱满。故说你台湾呢，讲屏东万丹的，对，万丹的缝条味就会按太粒按饱满。这就是品质保证，就台湾的东西。对，从头到尾都是台湾的东西。好红豆哦。你说你像一点个红豆跟红豆之间，它是怎么让它？凝固，它是天然的果胶，它没有加什么，什么吉利丁啊，没有。是我妈妈30年的火候的经验，对，靠火候的控制。对，哇，好好吃哦！韩国带哈那一层，等你听都不会塞给，像是什么乳酪蛋糕啊、起司蛋糕底下都会有一层饼干，然后会比较厚，对，要黑卡脆卡硬。你讲哪个吃起来很软的，是湿润的，对。那就是这个其实它客群非常广，从大概2、3岁小朋友，我自己的小朋友，到大概8、90岁的老先生老太太都喜欢，它的客群非常广，所以它一旦就是只要切开来，对，放在架上蛋糕柜上面，那2天之内一定会卖完。真的，很多人吃到你要带它跟饼的有一种那种全麦饼干的感觉。对，下面是饼干，很香，就是年轻人就喜欢说，太特殊了，你们把那么中式的东西，然后都传统的东西，对，那这个店里就是在创新，从头到尾都在创新。韩国他们有讲，这个婆婆的手艺好手艺，对不对？所以缝条为部分就是婆婆这边来负责煮的，就是。对，当然我们也是努力在传承啦，因为这个毕竟他30年功夫教到我们身上，大概3年以内把它学起来这样子。头摆周本的时间，在卖冰的时间，听到会主动后生的缝条为啊，所以就把这个手艺传承到这个新的创意的，你传统客家同西点的结合，对不对？南腔案内有这个红豆条，其实还有要3条，这3条它是什么样的甜点？乳酪条，那乳酪条，那里面都包含了有那个我们的就是在地的埔里的柠檬，它是无籽柠檬。但它不会很酸，对，它的酸气不会很酸，但它有一种香味，特殊的香味，它是无籽柠檬。对，古说呀，3种口味，里面都有。是哪3种吗？它是原味的，巧克力的。对，那我们还有蔓越莓口味，就女生的红宝石。对，因为它有非常多的这个花青素，对身体也非常好。对，不过俺上来提嘅嘿，你刚刚讲乳酪条底度加的柠檬，加的玻璃底，菜体身上呢也有柠檬，但是柠檬跟巧克力感觉不是很搭，我有点疑惑，所以我想要第一个先选试吃巧克力口味的。对，那它就是就
化口，然后又不会太甜。那因为我们是用苦甜巧克力，100%和75%的结合，对，所以这每一条都是没有加任何一滴水。好浓郁哦！对。以前我跟客人讲说，客人说，怎么点才不会踩到雷？我说我们店里不会踩到雷，绝对不会踩到雷。那他怎么会有客人问这个问题？每个客人吃下去第一口都说太好吃了。我说你太浮夸了，真的很好吃，真引都放生哎。对啊，我们去客家人几乎你去看到处的客家的料理店，每一间都是这么实在。对，我们只是不会开口，但是我们做的东西都好实在。你可能宣传的方面冇按厉害，冇按强，不过做东西的方面听说会好食嘞。对，很够有懂用心，非常实在。对，而且我觉得，一开始其实慧玲有同大家讲，你要有做的东西全部就会带桶、带氧、带油。其实颜色起来真的是这样子，像刚刚颜色豆给红豆条，一般颜色豆传统的，可能我没有吃过真的品质非常好的羊羹，但吃起来就觉得甜甜的东西。不过那个红豆条吃起来其实就会有牛牛的凤条味香味，但是其实它是不会甜的。对，因为大家都说我们客家人是三高的代表者，肥咸香、肥油香什么之类的，但我们就是做少油少甜。对，我们现在要打破空天的甜点。创新，对，而且要让大家吃到这种有满足的这种满足口腹之欲的感觉，又唔会变太口，又唔会有负担哦。故所其實日日還有動到嘅甜點，可以同大家來收嘅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個陣來。好，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，我係綜藝群阿權妹。今日嘅節目當中，同大家來分享好啲南投埔里嘅這個272巷弄咖啡館哦。今日就加好好有準備到甜點部阿權妹食到哇，到滿足嘅感覺吼。唔過係食睇下甜甜嘅甜點，以後呢，接下來就會來到呀這個咖啡的部分，有冇？食睇甜甜嘅甜點啊，接下來一杯咖啡，真係人生清香素嘅事情。故所以後我們就要麻煩陳友來沖咖啡，伴阿權妹顏色了。天時機頭前的觀眾朋友，大家就吃看然後批看那看批到咖啡的香氣嘛吼。好，我們請陳友開始來沖咖啡。今天我們準備的咖啡是？今天我們準備的是嘉義周五山的豆子。哦，係你台灣呢？對。對，故說人家就去咖，去咖配咖啡，進口外面的豆子以及台灣的豆子。對，我們店裡面都有，我們店裡面有亞洲豆、非洲豆、中南美洲豆子都有。哦。然後我們是做淺烘焙的。淺烘焙。對。因為其實現在好像大家都在開始流行淺烘焙，喝淺烘焙的咖啡。對。都得同大家講，做乜該會奢壓這個淺烘焙的咖啡嗎？因為其實咖啡原味我們最早期在喝的時候都是日式烘焙，它的烘的比較重一點，可是它比較不好的是碳焙，對，然後其實對身體也沒有比較不好。是不是它咖啡因會稍微比較強一點？咖啡因其實不在於烘的過程，對，只是說那個碳化的東西加化我們就比較不喜歡。哦。對，然後淺烘焙的咖啡，它帶有綠原酸的物質會比較重一點，所以對我們新陳代謝人體的健康是比較好的。對。也哈啲嘅聽聽呢，從呀這個台灣的咖啡。那除了剛剛有說，你呀台灣台灣有全世界各地嘅台灣，全世界各地的豆子都有嘛？對。那有特定限定在哪一個範圍裡面嗎？因為世界各地的豆子其實有懂豆。對，其實我們跟着咖啡去旅行的概念就在南北緯23.5度到赤道，這個是我們那個咖啡的主要產區。對。所以在南北緯23度之間，因為也有地區的氣候的關係，所以古手槍也有地方的咖啡它會較多，會出產比較多。對，那你們的豆子因為亞片有看到它會的包裝，其實有3種不一樣的包裝。那這3種分別是什麼？可以請2位再幫我們介紹一下。我們紅色的部分是以日曬豆為主。日曬豆。對，藍色的部分是水洗豆為主。水洗豆。金色的包裝我們是做蜜處理豆。這3種豆子是一般咖啡豆生豆處理的3大方法之一。對，3種方法。哇，今天跟大家聊到其實是蠻深的這個咖啡的知識咯。古手太咖啡吼，
爱经营一家咖啡堂，经营一家咖啡馆，其实没有这么容易。对，要懂非常非常多的知识，包含 KOA 3T 头那一片。韩国 KOA 应用来处理，那处理之后，你们后期要怎么进行这个烘焙的部分？我们首先最一关是我们要帮客人把关，就是咖啡豆的品质，所以我们每一颗咖啡豆都是一颗一颗手工挑豆。古时候可能你大粒的咖啡豆全部都秒勾，都是经过我们的双手。哦，要这么用心，这么仔细。当然把瑕疵豆挑掉呢，还有可能是蛀虫豆，那就是经过烘焙之后，它有可能对身体产生不好的。哦，我们全部把你挑掉了。对，因为特别有看过，就是可能咖啡豆如果它有虫蛀还是什么状况，可能会有黄曲毒素之类的产生。对，那这就是会伤肝嘛。对，那所以它叫精品咖啡豆。哇，精品就粒粒皆辛苦。对，好香哦！其实人家它给你批到。这个酿旁底度全部就会咖啡的香味，但是我的咖啡怎么还没有端到我手上？不好意思，谢谢陈佑。对，先来皮克纳，其实像是比较浅烘焙的咖啡啊，感觉色是不是会比较浅？对，颜色上也它有一点宝石的颜色，红宝石的颜色，而且是透明的，它透透的。对，好，你要有色克纳哦。好香哦！因为呀，它这种浅焙的咖啡啊，一追感觉会是有一点点酸酸的香味。对，这就是大家说的咖啡的果香，对不对？果酸，对，果酸的味道。因为咖啡它本身它其实就是果实。对，古时候咖啡蜜头就会给笨蛋果实的香气，酸酸的味道。而且啊，其实这种味道啊，有的人色咖啡会强苦，会怕苦。其实要是喝了就不会有苦味米西。它有一点，反而有一点像就是茶的感觉，喝起来不会有那么重的口感，对，不会有负担，你喝下去不会有，它是放松，咖啡是放松，它不是提神的。对，不要这样喝了，负丢丢，不会生哦。很多人就找老板说，我今天要赶报告，然后老板就说，那你不要喝我们家咖啡，因为咖啡是放松的。但是来香酥诶，韩国亚香的你做米表演还安尼。有一种甜甜的蜜头，是甜甜的，有一点点像焦糖的味道。对，所以台湾咖啡它真的很进步，台湾的果农也非常进步。对，国外精品的，他们有可能是进步30几年、30-40年，或者是几百年。那台湾在短期之内，那技术就是已经达到了那个国际的标准，所以我们也是走精品非常厉害的路线。对，所以我们在各大庄园的精品咖啡豆里面，我们还是会放台湾的咖啡豆，当然就是很快，这也是秒杀快。当然就不太敢买太就臭哎。对，可是去到雅店吼，因为太敢就底泡咖啡的方式有非常多种，有什么塞翁啊，然后有什么绿鸭壶啊，甚至咖啡机啊、手冲。那如果到雅店的咖啡堂底路，做的是用用的方式来泡的咖啡，可以吃什么方式？我们店里面有机器煮的都可以，然后手冲的也有。对。所以基本你的饮他可能可以挑说，我今天就是要喝什么豆。对，那也是有客人喜欢喝意式的，没有错，但他用精品豆下去煮意式的都有。我们店里面有5台磨豆机。哇，古时候做在本太咖用某 Q 用的方式，是某 Q 用的咖啡，还有感觉就可以去做咖啡实验的感觉。对，可以，对，好多人都进来。老板，我今天要拉天鹅，老板，我今天拉爱心，我今天拉树叶。对，然后就是我公公他就有栽培一些孩子，那种工读生啊。然后我公公他自己本身也会拉花，真的呀，婆婆也是，对，好不可思议哦。对，60岁才学，那现在也是一把功夫在这样子。哇，古时候人家的这你可以全家总动员，很幸福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在做创业的路上，那很多人就说，你们怎么成功？就说成功就是不外乎就是家人全家一起动起来，那全家一起支持你这样子。大家就更好新的东西，就会遇到一本来嘅人好，做得大家有年的收获回家。对，唔单像安尼，家下有咖啡，还有接下来还有很多嘅甜点，我同大家来分享哦。像面条前也是生乳卷，对不对？而且它看起来它也好扎实哦，它整个就是懂盆有吗？很厚，超级大方的耶。我们没有华丽的外表，我们的甜点都没有华丽外表，但是它就是真的很真心的想要让你知道说。
就是真材实料，真材实料这几个字，当然就是很 low， 但是就是这样就吃得到最简单，就是芋头，对，而且那不会给乱搞。还有一点点香香的，是有加柠檬吗？不用，我们的那个我们的生乳卷那个蛋糕底，蛋糕底，我们是加了那个什么，我们是加了那个蜂蜜下去提。哦，对，我就想说有一个很香淡淡的味道，是什么味道？那是台湾的蜂蜜哦，我们不用进口的。哇，因为台湾的盆桶其实很贵。对。台湾的盆桶同那杯可能泰国啊进口的蜂蜜的价格完全没相用。对，这只要有做那个同好都知道，就做甜点同好都知道，这个真的，你这样划得来吗？但我就说你们不吃没关系，我的孩子、我的家人可以吃。对，故说係用自家不卡颜色的标准来同大家来分享的。对，生乳卷除了这个芋头的之外，还有其他的口味吗？我们有做红豆，那还有那个。季节还有草莓的，季节还有草莓啊，但是它真的也是秒杀口，我都不敢讲这种，一讲都店里都很缺啊。对，因为最近迄小路太好诶，大家就懂上为是。对，真材实料吧。对，因为可能也哈大家人都懂从事呀这类东西，希望尽量就做在请到去个信任的店家，真的。对，然后吃他们自己做的东西，就会不单而去嘎色类，只是多做一点跟大家一起分享的，就是分享的概念。对，但像按呢，刚刚有那个非常好吃的生乳卷之外啊，也还没有同他家来收嘅这个阿 Q 妹妹青好色嘞柠檬蛋糕。对，它其实有一个比较可爱的名字，它是老奶奶柠檬蛋糕。老奶奶柠檬蛋糕，怎么刚会同啊？老阿婆嘎老蛋糕。其实它这是法国的甜点，对，但我们还是改良，我们就很爱。创新改良的东西，对，把它做了怎么样的改良？它原本是棒蛋糕的系列，但我们是把它做成，对，那你吃看一看，就是我们用全蛋打发，它的材料最多就是蛋、鸡蛋，对，那还有柠檬，那还有油，就这样子就打发，对，因为其实棒蛋糕的制作，它会用比较多的油脂，负担比较高，对，故说你要的温州这种比较轻的蛋糕，而且它吃起来很绵密，对，那我们也不加什么乳化剂什么的。都没有，对，然后上面的糖霜就会有那位柠檬的香味，还有其实上面是有柠檬皮的，柠檬皮的蛋糕会给有精油，对，都是柠檬香气的来源，对。那客人走进来店里都知道，老板娘你要在撒柠檬了，好吃哦！我老是在撒柠檬，因为你个撒柠檬的时间，应该一个贵点点的红全部就是柠檬的味道，对，很香很香，哇！有我一下食下只老奶奶柠檬蛋糕，我就是在完全感受得到慧玲说的，规件呢就会柠檬的香味。我说休息一下，等下还有韩国好食的甜点儿同大家来分享哦。各位觀眾朋友，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，我係鍾意群阿群妹，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紹介好啲呀，南投玻璃廠入面有兩公婆哦，佢阿就有就揾到272巷弄咖啡館，家下阿群妹食咧當到好食咧甜點，韓國妹食咧好食咧手沖嘅咖啡哦，真係喺當天片，佢阿就有去個體育嘅一種理念。咖啡係用旅行的概念，有冇？南北緯23.5度之間，請到按到無扣用好嘅咖啡豆，還個用無扣用嘅方式來分享俾大家，沖給大家喝。唔但像按呢，甜點咪係用自家設嘅標準，有冇？低油、低糖、低負擔。按用嘅方式來同大家來分享，唔但像按呢，也還有好食嘅，過年會到了，大家就會食埋個牛軋糖，對不對？對。今日沒有準備啊牛軋糖同大家來分享一下。對對，你們家的牛軋糖，因為我看上面跟外面的不一樣一般的牛軋糖可能就是一種，比如說杏仁就杏仁，腰果就腰果，開心果就開心果，這裡面是杏仁加開心果兩種對，因為。我兒子喜歡吃開心果，我兒子喜歡吃夏豆，那我們就是會有時候會推夏豆的。夏豆是什麼？牛軋糖。夏威夷豆。對，夏威夷豆、火山豆。那有時候會這兩款結合在一起，對，那它就是杏仁豆加開心果。那客人就說，客人不知道那是開心果，綠綠的那是什麼？我說那不是壞掉，那吃了會很開心，那是開心果。好好吃哦！韓國人知道，人家有牛軋糖，它不是單純是甜的。它一點點鹹味，對，我們是加胡鹽，
加什么？湖盐。湖盐，对，湖里面的盐，对，风味比较特殊一点点。湖里面的盐跟海里面的盐有什么不一样的味道吗？我们没有加海盐，海盐比较死咸一点点。那因为甜点的部分还是需要有点提，就是不要那么死甜。对，那就是让它有一点咸的味道。哇，让你多吃几口这样子。哦，你够用湖里面的盐啊，还头一百糖沟呢。有这样听过海盐，听过盐。对，湖里面的盐，不说几味某暗含，比较不会那么咸。对。就不用腻口，让你就是可以放心的多吃几口，这样子不会腻。这样子。对，韩国人的这个牛軋糖完全不会咬牙呢。啊，我们这一次牛軋糖是冲到131度，其实会做糖果比较软的原因是因为我婆婆牙口比较不好，然后小朋友牙口比较不好。对，古时候会做较软，又不会咬牙。对，我悄悄的假牙都被你下来。那就是我们饼干的部分有冲到120几度，然后就是更软，还有更不一样的口感。哦，就像刚刚讲饼干，就像拿素烘呀。对，这个饼干里面单纯的饼干里面，就是饼干，然后蔓越莓，很大颗的蔓越莓，很大颗的葡萄干，对，就这么简单。我看到了，对，而且这个饼干看起来也很大块哎。对啊，就简单一点呢，吃了小孩子你也放心，没有其他的东西。那饼干从牛軋糖，然后可以融用它，好吃吗？这是哪里来的创意？好好吃哦！这些就是我们做的很简单，我们东西没有很漂亮，但是非常实在，非常没有这个很漂亮，老少咸宜。韩国感跟奶奶咪西懂从，而且其实以来比传统的牛軋糖再稍微软一点点，对，比较松软，当然不漂亮。不会不漂亮，它很美。要这样口有一些的 pasta 就有点像下雪的感觉，我觉得很可爱，很漂亮。韩国我们南昌有这个原味的牛軋糖饼干，对，要五味黑马跟 Q 咪，那个是黑糖，我们埔里的黑糖。埔里有产黑糖？有哦，埔里就是早期埔里其实都是种甘蔗比较多，对。那埔里黑糖是非常非常。其实我不知道说现在还有没有其他人在推我们埔里的黑糖，就是但我们在地还是一样要推自己的产品，像我们饼干还有做百香果口味的，对，结合在地的小农，对，那还有那好丑的百香果，那就是他们说的阿拜的等级，就是很丑的，但我们把它熬成果酱，然后拿来做牛軋饼，对，所以里面有百香果、头可以手 Q 咪耶，对，哇，真运动后生呢，还有红茶，我们把台湾的红茶。台茶18号，把它磨成粉，对，我们也把它做成饼干。在日月潭那里的台茶18号，品质清厚又清小。对，那客人带去国外，那也好喜欢。对，里面头把颜色到饼干跟像这种有一点黏黏麦芽糖的东西的结合，就是以前有那种圆圆的饼干，有没有？对。第一度会挤那个麦芽糖，按你说，唔过也嘿，那个一种无 Q 用的韩国也给 Q 感有很加缤纷的感觉，对不对？里面又加了这个就是莓果的部分，对，把它创新，然后让小孩子吃不腻，让客人也喜欢这样子。对，所以其实我知道你要的用的东东，一种是比较在地的农产品，做在同大家来分享。你要的上到一年四季。有按都某 Q 用的产品，因为等都好像都是比较季节限定的感觉。对，有用的按都那一条比较讲像係啲菜地的农产品呀的。其实哈，像那个百香果，它也不能放很久，那我们就尽可能把它延长时间，例如把它熬成酱。那还有我们的南瓜，那我们把它做成戚风蛋糕，我们也是把它煮成就是颗粒状，然后把它入泥，然后打在那个戚风里面，然后做夹层，就是我们在地的农产品。那像未来还是会结合更多像我们在地的小农，他们有什么产品，然后来到我们店里，我们再把它加工。当然原始的产品还是会让他们知道说它原本是怎么样的。那当然你也可以去他们果园看看，对，就自然农法人家是怎么种出来的，那你们吃的会很安心。哇，对，顾上你要的含 TPA 尽量黑请用自然农法按用友善耕作的小农。对对对，用它来合作，就会因为也的气感没有生啦，所以一定尽量找气感中医自己信任的来源。对对，你要的 healthy 的加工的时间，每加工都含它安心，好吗？对，
对，那还有一点就是说，我们也希望就是帮助我们在地的，就是我们也是返乡青年，对，那还是一样希望是提携在地青年，包括农产品啊，然后或者是再制品加工等等的，对，我们希望就是大家一起结合起来，大家的力量比较大，然后一起走出去这样子。真的，韩国轻松有个黑，不单像黑菜体的色彩，我们缩短了这个食物的里程以外啊，其实也就和青农老客家做结合。不过也没很爱上爱来问一下，因为可能大家现在都是创新啊，想要跟着潮流走啊。不过也就去想讲，爱同客家来做结合，这样子其实我觉得。不一定真的是大家经营的方式，算是蛮特别的经营的方式。这么跟人家都会按钮走。其实我们还是一样，越在地越国际。你看我们的 logo 是打那个普里是打英文，就是希望说我们就是虽然是站在台湾，越在地越国际。虽然是站在台湾，就是我们想要发扬大家。而且我觉得，其实人家都会保重，好像有一点学问在里面。对，它很多意义，像我们客家人的精神，像候鸟一样。像候鸟。对，然后里面还有红茶叶，然后还有我们的油桐花。红茶叶、油桐花。对，其实里面好多故事，但就是我们把它隐藏在里面。对。然后还有我们就是客家人有比较爱家的。所以我们把272那个画成一个房子。原来如此，就喺养父卡给感觉，因为你们家就是规则家庭，大家共下来创造这个工作的环境，共下来让七家父卡给理念同大家来分享，所以越在地越国际，爱当中医亚激发，真的我觉得说得非常好。对。对，所以老七家的东西同大家来分享，很跟我们南昌安内家的和老，家的东西推广都偏乡去。对，还做了一些社会的一些回馈。对，那像乐龄大学的部分，我们的学员从60岁到90岁都有。那还有信望爱的小朋友的服务，就是教导他们做杯子蛋糕。哇，那好好玩哦。对，那我就说，他们都说，那老师你很厉害，你就是都杀。从很小到很大，我就说对啊，其实他们的心智都一样，他们都是乐在学习而已，他们很快乐。那你知道说他们在做甜点的时候，他们就是有一种自信，因为他们要跟每一个人同学都不一样，对他们想要表现跟每个同学不一样。那我们就是把这个欢乐带给他，那他再回去做给他们的家人，这样子。唔讲眼想讲，难得来天师当讲跟这种朋友来认识人家的，所以同大家来讲一下，你去噶。在做甜点的时候，你觉得你的乐趣来源是什么？乐趣就是看的大家吃的都很开心，只要是我做出来的，大家都好捧场一下就吃光光，我就好快乐。对，那因为我是本身我自己喜欢吃，那我就是吃的比较健康，那我也希望把这个概念分享给大家，这样子。那陈佑呢？你自己在冲咖啡时间，两个成就感的来源在哪里？对，其实我非常享受在客人在说喝我咖啡，说哇好好喝啊。这是哪里的咖啡？然后我们就会互相讨论、互相研究，对。所以很多客人到我们店里面，他其实来的不一定是我冲，但是客人也会冲，我们就分享彼此交流技术，对，就觉得还蛮快乐，在这个小镇里面。哇，古早地亚南条玻璃有按你的反应，我们还是一样要坚持我们要有的温度，对，就是人跟人的沟通，对。韩国糖工人就去年还得了一张董体片的奖哦，在我们的台湾客家产业博览会底度。对，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奖？这就是创新青年创新。那因为我们就是回去生根，然后并且那我们研发了很多新产品，那就是也是当客人买单，就是大家都非常支持我们，然后我们才有那个力量往前走。对，就是创新非常简单，它就是很简单很自然。然后我们传承的父母亲那一辈的下来，然后我们再做创新，然后就是客家人，我觉得我们是客家人，然后我觉得客家这个文化让大家知道，对我觉得很快乐。他说怎么样让怎么样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客家人有什么精神？我说文化吃就是文化的一种，我们就用吃来打动大家。民以食为天，有冇？大家都会吃东西啊。古时候各位乡亲朋友，今日汤的案头后272巷弄咖啡馆记下就会领呀吗？假使讲天时机条件的乡亲朋友，想要请到记下的，做得去扫描哦。272巷弄咖啡馆就做得请到亮茶哦。所以今天谢谢你们来到节目当中，谢谢你们。没什么各位观众朋友，稍可休息一下，等下听的运动欣赏，向下来听同一下了。